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到诗坛客庄游玩，看见前方有一大片桑树，原来是当地制作蚕丝被的涂大哥种的。涂大哥刚好在采收桑叶，准备回去喂食蚕宝宝。看着他截取一整段的桑树，而不是把桑叶摘下来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蚁蚕刚出来的时候，一般我们都会采这个有变叶绿素的，它才有养分，吃的比较容易健康、比较结实的蚕宝宝。那我们刚孵化的就是蚁蚕，你桑叶一喂下去的话，它就变异鳞蚕。所以说我们1龄就采这2片，2龄的时候就采这4片。3龄的时候就那么长，4龄的时候，5龄的时候就这样。所以那蚕总共就是分5龄吗？5龄蚕。采完桑叶，涂大哥带我回到蚕宝宝的家。他说把桑叶盖在蚕宝宝身上，就算是喂食完成了。不过我最好奇的是，小小的蚕茧要怎样能够拼拼凑凑，最后做成一大床的蚕丝被？就是它最后化成茧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蚕丝被也是用这样做吗？70几年之前是用这个做，70几年后的话，我们就改成平面茧，像纸一样。可是怎么可能？就蚕宝宝都会这样子把自己包起来，怎么可能把它弄成平面的？这个包起来是它的天性，我们可以叫它做不可能的任务。涂大哥说，只要环境没有棱角，蚕宝宝又必须吐丝时，它自然而然就会织成平面的茧。我们将平面的茧经过清洗、精炼、曝晒后，就准备进入蚕丝被制作的最后步骤——拉被。要从里面往外拉，里面拉出来这样子握住里面。对，慢慢放，慢慢放，要让它的那个厚薄都是平均分配。对这个是它的一个技术，当然它要蓬松才会暖。对啊，通常这个蚕丝被都是很蓬松、很轻，但是却非常保暖的。是。经过好一番功夫，总算跟涂大哥一家人一起拉出轻盈的蚕丝被。涂大哥很感叹地说：“全台湾只剩下他坚持传承鲜明的养蚕技术，因此他绝对不会轻言放弃。还好有涂大哥的坚持。”